信你的父亲有样种的能力，一定会冲动到钱多赚来。阿妹，既然是安样，为嘛个阿妹你家很啲个担心，啲个叫呢？啊，不如俺哋要抽船去台湾，请阿爸团圆，乡下打拼。昂哥，我听人讲，过台湾已经讲无水狗，你是当危险的。阿妹，既然有危险，你为嘛干还会帮阿爸去台湾？因为伊的父亲，老爱要去马祖庙求告，马祖样样有应告，讲伊的父亲会平安无事，故说你怎会帮伊的父亲去？既然如此，阿妹，俺要好嘞，俺哋要希望神明，我看马祖样样，恨唔恨？俺哋去台湾和阿爸团圆，好么？好啦，阿妹，好啦，好啦，阿妹，好啦，阿妹，好啦，阿妹，夹得啦。好，你看，唔係已經來了嘛？好啦，有意啊。那麼你先啲兩等一下，阿妹先去點香啊。好。有意，姐姐跪下來。好。馬祖陽菜上，心靈修煉。今天，托得我家自己有意，來猜馬祖廟上，想要搶馬祖娘娘，而免得必有我父小天上，猜平安所猜，免得平安無事啦。馬祖娘娘，我係小友誼啦，請馬祖娘娘你保佑我嘅阿爸天上佢做得平安，還有我讓我嘅阿妹也想愛去台灣，讓阿爸一家團圓，請馬祖婆pour我身高，保佑我讓我嘅阿妹也把去台灣做得平安。新年的人，用要做得用去老馬祖娘娘講法，馬祖娘娘，請你就愛原諒我家自己年強懵懂，那係有冒犯嘅所在，還希望馬祖娘娘你原諒啊。馬祖娘娘啊，你讓我見笑愛啊！愛啲咧，係唔係馬祖娘娘？你也想愛聽愛，讓阿妹強下去台灣冒險。那係話，就像馬祖娘娘，你幫我一解身高。有氣呀，做唔得亂來。我真冇咧。有氣。你看馬祖娘娘佢答應了呢。有意呀，唔好再胡鬧咧。阿妹，有意外冇胡鬧，我係你感覺用你胡鬧嘅話，阿妹你自家去跌高啊？對呀。阿妹啊，你冇講想咧啦，馬祖娘娘係真經我聽人哋去台灣啦。阿妹，好啦，我想去見到阿爸。好啦，那麼按樣見，阿妹，那就來去嘗試馬祖娘娘。馬祖娘娘菜上，心靈修煉。今天來猜此題，再一擺向你嘗試，係唔係願意讓你傾下過台灣？
那是马祖娘娘你愿意的话，请你本爱修炼3阶身高。想要替你去台湾。好吧，既然你是马祖娘娘的旨意，那么有请你先准备去做下准备，再来抢马祖娘娘的本身，听你强下过台湾。太好了，有马祖娘娘的保佑，阿妹，你一定做得终于请到阿爸，让阿爸一家团圆。阿妹，公家啦，你做媳妇卡准备公家啦。好好好，你看你飞机都很有气，好啦，行，你来去做。好啦。主任，你有冇答应本期去台湾？你哋两位唔是按敬重，佛法无边，咋个讲？台湾嘅人民百姓淳朴老实，可开生活嘅人民深度，并无生命来比喻吧。我乃是海生。本有义务，庇佑四面临海嘅台湾，已经释放受友谊，提起过海之事，就顺了受友谊嘅要求，带了精神，前到台湾，即刻庇佑了台湾人民百姓啊！好，原来主任要以前往台湾庇佑众百姓。前一年，顺风义随我来准备前往台湾了。200亿。要用人来提供我的方式来。人类为财，无水土，无水土。吃头肉苗，保我不保我不。天涯出我，速速带出，梦影诅咒。
显露。有鬼！你修炼不可伤害人命，给你本朝一奏，你不准伤害。好，来左右准备，
众勇爱，看打！